中國有三大名飲：土家油茶湯、藏族酥油茶，同埋我今日要同你哋介紹嘅蒙古奶茶。蒙古奶茶呢係由磚茶加上鮮奶同埋鹽熬煮而成嘅鹹奶茶，睇落去好簡單，其實營養係好豐富噶。茶葉本身呢富含維生素同埋氨基酸等等多種成分，具有提神醒腦、健脾助消化、強心利尿以及強化血管等等嘅保健功效。而搭上牛奶之後呢，唔單止係美味，仲係特別好消化噶，非常之解滯。喺蒙古家族裏邊，一天三頓茶先至係正經嘅事。每日嘅早上，第一件事就係煮上一大煲嘅奶茶，全家人就可以從早上飲到晚黑啦。如果你去作客嘅話，佢哋一定會係斟一碗熱辣辣嘅奶茶俾你，呢個係佢哋表達歡迎嘅最高禮節啊！唔飲係唔得噶，因為喺佢哋嘅角度嚟咧，奶茶唔單止係飲料，亦都係招呼客人嘅心意同埋家庭嘅溫暖。下次當你眼瞓或者係覺得腸胃負擔重嘅時候，唔好淨係掛住珍珠奶茶啦，嚟試下呢一碗嚟自蒙古嘅鹹奶茶啦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